针对进前东山会认定救国团的财产是用无正当的方式摕到的，应该爱充公。救国团今日就开记者会抗议讲，这东山会害因爱甲就称名员工是头路，8月10日要去到东山会头前抗议。白顶馆写政治对杀等等的口号，救国团员工站出来抗议，不动东山委员会进前宣布要甲救国团61笔土地、建物甲超过16亿的财产收归国有，讲这是恶意强迫，嘛强调伊毋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。我们的创团主任金国先生讲得很清楚，救国团不是一个神的组织，救国团就是一个为青年服务的组织。我们不做调查的工。救国团强调，行政法院第一审并无针对救国团敢是附属组织做判决。进前伊嘛甲东山会协商沟通过8摆，嘛达成部分的共识。不过东山会用毒舌单方面终止谈判，对救国团做出不利的处分，根本违背诚信的原则。伊嘛继续拍官司。党产条例它其实也保留了他们诉讼的权利嘛，哈，那他们当然是可以去提诉讼。我们的调查跟我们的处分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那里面的很多的论理我们是经得起检证的。针对救国团的指控，东山会是表示，救国团伫维权时期执行真济当时执政党下令的任务，嘛是维权统制一部分。因伫调查报告内底拢有说明。救国团是表示，因即马有1700多个员工工作权受到影响，按算伫11迄天到东山会来抗议。记者电话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。